张瑶，我是来还琴的。你不记得这把琴的意义了吗？就是因为记得很清楚，所以才要把它还给你。我们该做一个了断了。就这个，选好了。嗯，这次不会再选错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需要我过去帮忙吗？没事儿，不用管我。我本来以为东西挺多的，没想到真收拾起来其实没多少。你忙你的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别跟温少卿说，也别问他什么，我自己调整调整，应该很快会好的。加油，程程！等我忙完了，我们就去逛街，去东方，去买。就算没有江瑶，我跟他也是不可能的吧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不会的，你放开我！胡椒粉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领导录了。啊，我拿错了。哟，干什么呀？疼啊！什么都做不好的人生，还不如当个植物人。胡说什么呢？呸！你这怎么突然招租了？不是做的挺好的吗？我这个小破店本来就不算什么，好，更谈不上。不是啊，你之前不是说，店大店小没关系，赚不赚钱没关系，只要能找到自我就行了。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特别幼稚。人不可能一辈子活在自我欺骗里，跳出这个舒适圈，看看我的那些朋友，哪一个不是凭自己真正的实力闯出一片天的？而我，好像在这里浪费了太多时间。你怎么会突然这么想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走了一段弯路，现在该回归正轨了。我有个东西想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整理店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。啊，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走啦，拜拜。咱不难过啊，有老爸老妈在。